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2日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洪敏珍。上到您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闻一开始呢，咱先来关心两农的心声。受疫情甲洛西亚、乌克兰战争的影响，饲料的价销直直起。两农讲，即马饲料商已经发通知予因，讲对3月中开始10公斤要起半价。不过，这两个产地价煞去予中央控制伫咧10斤36块半，袂当起价。两农希望讲政府放手，予两价会当恢复市场机制。饲料经由这收送大，一直顺款送到2月头前，予因食。不过，饲2月人最近收到饲料业者通知，对3月16日开始，饲料每公斤要搁起5价。算的，饲料每个月上少还搁加出几万块的成本，也搁政府是继续管制两价。真侪饲2月人拢讲，强要接受袂了啊！你内底拢总饲6万只吼，6万只一工鸡啊一只100瓦吼，所以100公克，所以咱一工是食着6吨饲料，所以伊一个月会加9万块的饲料提出来安尼，所以这负担足大啊。饲2月人讲，2019年饲料每公斤大约是10块，过两产地计销每大斤大约是38块半，也过即阵饲料每公斤是15块半，下礼拜就要起到16块，也过产地两价却是用控制在每大斤36块半，饲2月人损失爱家己来吸收，因讲这是真不合理的。饲料愈贵，两价愈贵，所以高饲料低蛋价就是压垮这个鸡蛋业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加禽饲料成分60%是番麦，20%是黄豆，了20%的其他配料。饲料的起价一部分是受到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事影响。即阵饲2月人希望讲两价会使恢复市场的机制，应该起就爱起，已经向农委会反映。往市场机制了，该起的起，要该做的做了，快要规划了，规划现在做决定了。饲2月人有估饲料成本也会继续起，也因为饲料价销一直起，即阵过两个利润已经不如以往，所以过两无够，也无人愿意增加这个产能。希望农委会会使提出上好的对策，让两家随着市场的机制来起落。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疫情，今仔日咱增加一个本土个案，是双北家庭捐助案相关。即阵捐助案呢，到达已经有4个人确诊啊。也那即礼拜一呢，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国籍的航空机组人员只要做过3剂疫苗，满14天，就会当申请一人1户店厝检疫。不过，即马却传出讲，中营甲华航要求员工就拢爱伫咧防疫旅馆检疫，袂当转去厝的。这4位技师是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提审，昨昏裁定讲提审成功，顺利转去厝的检疫。看来新冠本土疫情，10礼拜六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甲双北家庭互相相位有关系，是住伫台北市30多岁女性，经过卫生局包列采检才确诊，100做过1档的 BNT 疫苗，果然是无症状。总计这个家庭互相相位案件已经有4个人去围掉。21359曾经在2月27号以确诊个案21295跟21296接触，目前 PCR 阳性确诊 ，CT 值是28，没有症状。受到疫情确立，指挥中心宣布，本礼拜1初7开始，入境转来台湾的国籍航空机组员，即要做第3档疫苗满14天，就应该做5天伫厝检疫，也是住伫防疫旅馆来检疫，加上5天自主健康管理。若符合1人1户检疫条件的人，就使转去厝来进行检疫。也毋过，新制实施头1天，就机组员和公司要求袂用转去厝检疫。对此，中营、华航总共4名技师向法院申请提审，桃园地院11深夜裁定提审成功，机组员会用对防疫旅馆转去厝来检疫。航空公司却未于申请人入境日为其等安排 PCR 检验，以至于申请人失去1人1户居家检疫的机会，显然是权力的滥用。而疾管署与民航局分别为防疫及航空之主管机关，也多未对此种情形积极加以监督管理。我们会请民航局来督导航空公司在机组员检疫期间访查，以落实这个相关检疫规范。
通地院强调，技术主要诉求就是免因为主管机关无作为，而让申请人的权益受损害。由这案件有级别性，所以讲透明甲这个提审庭开完。对此，民法局表示尊重法院的判决。另外，华航是发声明表示，即日起符合一人一户检疫条件的人，而且有申请撤籍的技术员，拢会使登去厝来自助检疫。中营是表示会依照防疫规范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有较累，但是中昨伫咧法院就透露讲，偷放边境的措施后个月就会更加明确。公会学者呢，正是建议讲，先开放欧美国家旅客入境，快泰确认讲因有抗体就免隔离。因那菲律宾这边是确定讲会承认咱国疫苗注射证明，咱入境菲律宾就免隔离。因那去新加坡快泰阴性就会当入境免隔离。国内新冠本土疫情较累，3月开始边境小可解除禁令，开放商务客来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1号讲，下个月解除禁令的策略会更加明朗。对此，有学者指出，欧美国家自然感染率超过4成，台湾应利用这点来创造双赢，优先开放欧美的人士来台湾旅游。入境快速检查，确认有抗体就使免隔离。到5月，大概自然感染加上他们的疫苗施打的保护力，应该都会到达，理论上都会到达70%到90%。不过，旅游业者确实认为，欧美不是来台湾观光的主力，建议会使考虑邻近的国家，亲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优先来开放点对点的旅游泡泡，出国甲返来台湾拢免隔离。像我们邻边的国家，像日本、像韩国。这些都是我们算是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旅游的伙伴。随着国际疫情慢慢较累，不少国家边境解除禁令。新加坡政府宣布，由台湾这个低风险的国家甲地区入境的人，只需要家己快速检查，阴性的人会使入境免隔离。菲律宾政府也宣布，新领导国疫苗注射证明，入境了后会使免隔离。台湾与菲律宾相互采认疫苗接种证明，不仅有利于台菲人员往来以及加速疫后经贸复苏，更有助于两国累积防御与边境管制的经验和互信。另外，交通部观光局是强调，上近下个月开始调回旅游业人员来进行训练的课程，了后旅游来解除禁令，会先开放外国旅客来台湾，再来再开放民众出境来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消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已经第3礼拜啊。罗西亚驻联合国的代表指控美国国防部甲乌克兰即阵长期合作研发生化武器。美国是真不满，应讲罗西亚使用化学武器年久过深，美英根本是想空想胖，要继续对付乌克兰。因那美国总统拜登也加强对罗西亚的制裁，宣布。甲7大工业国等等的盟友，被斗阵撤销罗西亚的贸易优惠待遇。俄乌战争第17天，俄罗斯的攻击拢无停。俄国驻联合国代表讲，乌克兰秘密发展生物武器，要求开联合国安理会，并且指控美国国防部甲乌克兰合作。Мы созвали сегодняшне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оскольку в ходе пр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а Украине вскрылись поистине шокирующие факты экстренной зачистки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следов военно-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реализуемой Киевом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Минобороны США.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回应讲，这是俄罗斯为进攻找借口，讲俄罗斯用化学武器的历史真久啊，担心俄罗斯会用化学武器对付乌克兰。We have serious concerns that Russia may be planning to use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against the Ukrainian people. The intent behind these lies seem clear, and it is deeply troubling.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俄罗斯，若是伫咧乌克兰用化学武器，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也保证袂伫咧乌克兰甲俄罗斯战斗，以免发生第3遍世界大战，也宣布对俄罗斯新的制裁。Later today, together with other NATO allies in the G7,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s well as the European Union, we're going to jointly announce several new steps to squeeze Putin and hold him even more accountable for hi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nd I want to speak to a few of those points today. First, each of our nations is going to take steps to deny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to Russia.
拜登讲，做回国代表两个国家同去一个上好的条件之下贸易，真像是关系世界家差不多拢无贸易限制，准进口的上大可能性。这会互俄罗斯国家派甲美国一个其他国家做生意，互已经受到制裁俄罗斯经济会阁受到再一次的打击。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辑。罗西亚呢，即阵是继续伫咧拍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今日早起，乌克兰有袂少城市拢有听到空袭警报。即摆呢，影音平台也有制裁罗西亚，包括 YouTube 已经封锁所有罗西亚政府出钱的频道。也那社群网络的龙头 Meta 公司也允准网友会当救惨罗西亚，这也拍破因真侪年来禁止网友散布仇恨言论的禁令。对于台湾时间11深夜到12透早开始，包含俄罗斯第一频道、俄罗斯24卫星电视台、甲俄军所属的红星电视台等国营媒体，全数拢遭到 YouTube 封锁。进前上传的所有影片，就算只是俄军陆海空装备的动态画面，全部拢互摕落来。换一句话讲 ，YouTube 使用者无法对这个管道来知影俄方上新的动态。所有画面正挖苦欧美的媒体，也是互欧美所认可，甲克里姆林宫当局并无清军的俄罗斯媒体。另外，上大的社群网络改名 Meta 的面册公司，除了禁止出现任何甲俄罗斯政府有关系的媒体画面，进前更加宣布放松侪年的禁令，允准使用者用提倡暴力的理来纠缠俄罗斯的人。Пресс-секретарь Мета Энди Стоун в социальной сети сообщил о временном снятии на платформах компании запрета на призывы к насилию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назвав это форм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амовыражения. 设伫英国伦敦的智库战略对话研究院 ISD 认为，社群网络业者违反家己所定的政策，虽然说解释是受到外界压力所造成的，不过最后可能因为无法达成而变做反效果。We haven't seen that before take place in a conflict and really serves to kind of escalate the situation and to further frame Russia as the victim. 另外，伫实体战场，俄方宣称对开战以来已经破掉超过3300个乌克兰军事设施甲装备，包含上千台战车、500万门的大炮甲导管的火箭。乌克兰是强调俄军对着兵役甲学校无差别来攻击。另外，要求美国协助摕到波兰的米格29的战机，原是无结果。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镜头转转来国内来讲，新制教育调级训练进入第8天。总统蔡英文下晡是去桃园路德视察实弹射击，也佮有野外战争这种移动式的役警啊。总统指出讲呢，种训练的地点全港经被调集人因的故乡，就是希望就地动员、就地作战。总统也要求国防部就要随时检讨整个训练的情况，强化咱的作战能力。真专心瞄准的射击，何调员想要上好表现，因为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徛伫后壁来督军。新制教条进入第8天，蔡总统12亲身到桃园的路德，视到头一批新制教条，即阵因完成22公里战术的行军，现阶段强化实弹射击的训练。步枪雷射指示器经由训练，充分检视射手射击状况，找出问题。另外，新制教条结合作战的需求，战术位置，落实战争伫倒位拍，就伫倒位的训练。即摆教条要改善户外大甲卫生设备无好情形。个人的步旁毋但舒适，重量只有1.7公斤，搭设收纳拢真方便，也免烦恼讲无烧水通洗身躯。野战移动式洗身躯机会使继续供用120人来洗，上最同时12人来使用，也有专属的计经。蔡总统特别颁发加菜金，为免国军也支持真侪人甲工作放一边接受教条，利用14天复习战场的技能，保卫家人，展现全民国防的精神。这个训练规划，除了让战时动员可以更加的迅速达成仗在哪里打，部队就在哪里训的目标，相信所有的赵员对于守护家园的向心力也会更加的坚强。专长，当初他没有操作过比较精密的这些武器装备，这个我们不能让他觉得你就拿就练。但有些装备比较简单的，再教个1、2回，做示范模拟给他看，他就会了。另外，预备部队未来是不是配发防空武器？国国警讲，国军现有的武器装备，即要属有简单好操作的副校教调员的专长，拢会分发予部队来训练。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昨有剧组去苗栗南庄的新生国处境拍戏，想袂到要收工的时阵，有一个摄影甲一位收音助理，全无细力跋落去溪谷，送病院了后，要是救无转来。主要的演员炎亚纶就伫咧面册铺文，要求制作公司爱互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制作公司即马是发声明，表示讲现场拢有做安全的维护，会担起应该担的责任，也宣布剧组先停工。找真久真无简单，才找到摔落去的民众，警消人员赶紧离开边来急救。徛伫真假的溪谷，搜救人员斗阵救着锁啊，甲2名伤者救起来。由现场的地形真惊真危险，消防人员申请空军直升机来出动，加入救援协助来吊挂。也有2人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啊，赶紧送医抢救，最终也是死亡。拍摄团队准备收工的时候，因为摄影师助理在河道中行走，不慎遭到摄影脚架绊倒落水，而摄影师见状准备伸手搭救，但是也一同被拉入水中。再有剧组伫苗栗南庄的新生谷，伫拍新戏处境，无小心摔落溪谷的是一个摄影师加收音的助理。发生事故了后，主演炎亚纶伫面册发文，表示制作公司无予伊合理的交代，甲正确态度进前，会联合所有主演来停工。另外，各界也呼吁爱剧组自主停工，并且重视拍片安全。我们没有在现场，可是据有在现场的人的转述是认为说现场的安全设施是不够的。重点的原因是在于，我是认为有些经费上的问题，他们会为了节省这方面，或者是说没有真正的这种安全的这个意识。新鲜谷因为国片《赛德克巴莱》处境的加持，真做热门的观光景点，也过岩层落差真大，电视团出事故。这回是不是安全设施无做好，也是有其他原因，有待调查。这发生事故的制作公司铁门有赖，伫面册声明有安排专业的救援队人员伫溪谷来戒备，现场要定安全锁。对着事故，强调负起应该负的所有责任，并且宣布剧组会全面来停工。记者综合报道。经历疫情，袂少人真是拢真介意走山顶去露营去行踏。毋过，当着大水后出意外代志不时发生。气象局打算5月份开始，先伫咧湘北地区试办山区大水后的国家警报。到时民众若出现伫咧有雷公雨的发生的所在，或者是有明显对流发电的山区，这手机啊就会收到警告的简讯，会当提早应用。手机警示声音提醒地达发生，这是目前气象局透过国家警报系统提供的强震即时警报服务。因应极端天气，预计5月起，搁增加山区大雨国家警报服务。疫情了后，民众搁较爱户外活动，也搁也定传出山区大雨，也是天气快速变化造成意外。目前气象局初步规划以瞬间大雨作为标准，那每点钟落雨量达到40毫米，有溪水暴涨几率就会发布警报。主要会针对新北或者是台北的游戏区，它上游当有发生瞬间大雨的时候，我们就会针对该山区发布，留意这种山区可能上游会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这种瞬间大雨，可能带来一些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这项服务会先选伫湘北地区试办，气象局目前当咧收集降雨资料，规划无共情景运作模式。不过山区基地带无共，虽然锁定各景区域，也过未当保证几公里内民众一定受会着。气象专家就提醒，到时可能会像强震及时警报服务的国家警报同款，有一寡人受袂着，所以民众要进入山林溪边佚佗时阵，自身的防灾意识要有够。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虽然说已经可以很准了，可以告知，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告知你很局部的，可能小于500公尺以上那种很小的对流包，这个是侦测不出来的。所以纵使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是非常好，但是呢它可能还可以没有办法涵盖100%。专家表示，过去虎豹潭溪意外事件，都凸显不少民众欠对午后雷阵雨甲大雨的警觉。未来就算山区大雨国家警报就算有报，也无可能完全精准。民众户外活动进前，爱自主查询天气状况。目前气象局网站已经有及时大雷雨信息，会当多加利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刺激高雄基丁的饲草，市府昨呢是开始伫咧高山道尊头发100块的基丁券，予坐船的游客。不过呢，领券免徛名，所以马上传出讲有当地居民为着要领券，直直坐船，搁坐甲去互船公司认出来。市场
市长陈其迈下晡也坐船去基顶消费，证实讲确实有这种情形，不过无讲安怎预防。人排甲真长，拢是要排队领基丁馆的民众，也毋过煞有人领了过领。有人重复领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区军居民啊，就是一个阿伯，他重复领了6次。来，这里回来。哎，你怎么来啊？你这样录一摆尔，你听啊袂摆啊，我到。有一寡人中风领到总公司的工作人员拢会真治随组织，讲市长陈其迈也坐渡轮过领基丁馆的消费。市府统计，通常摆拉到基丁坐船人数大约1万人，基丁馆假期10日有22500人坐渡轮到基丁。真侪游客讲，真正基丁馆真啥人，也毋过按照杜绝防中风领，市长陈其迈接受访问，无正面的答复，只提醒民众，领的人拢会当透过后台接压身份。当然有啦哈，但是其实不多啊。其实我们后台都看得到，我们是看得到，那我们也会去注意这个状况。多数宣导人员伫鼓山渡轮站夜班夜提醒民众，逐工限领1分，也是有人利用无记名、佮无发证的空旁中风领。渡轮站发现了后，也只会当可劝爱民众唔通浪费政府进行观光的呼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变化写款，带观众朋友到店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30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再来，伫咧南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32度。伫东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金门、偏湖、马祖15度到24度。未来3天的气象也到店来去眼一下。来讲台南艺术大学呢，有一阵对土地真有疼心的学生囡仔。2012年，因生伫咧台南后壁斗成立土教农村美术馆。即马这阵少年人佮去婚林，用铁通花讲在地故事。下面7点半，邀请观众朋友收看《青春咱的梦》节目，来去看因改造社区的故事。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讲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